環境又潮濕，甚至連落樓梯都要行幾層樓梯。對膝頭哥唔好嘅長者嚟講，簡直係每日嘅考驗。如果要私營嘅安老院，稍微環境好少少，有獨立房，照顧到位啲嘅，每個月冇15000蚊至2萬蚊，根本連門口都入唔到。但如果去申請政府資助嘅安老院呢，你慢慢等啦，輪候時間往往要3至5年，好多老人家甚至等唔到嗰一日就已經離開咗人世。但只要你將眼光放遠少少，跨過嗰條深圳河，整個世界就完全唔同晒。喺深圳同樣係1萬蚊港幣，喺香港可能只係夠你勉強維持溫飽，住得逼逼夾夾。但喺深圳1萬蚊會血氣嘅準備，咁呢個戰場真係唔聽空你。希望遙遙酸菜魚嘅故事可以俾大家一啲啟示。無論你係衝驗者定係普通消費者，都要睇清呢個世界嘅運行規則。唔好被表面嘅繁榮揸閉咗雙眼，因為喺嗰啲華麗嘅燈光背後，往往隱藏住你想象唔到嘅殘酷同黑幕。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我哋唯有保持清醒，先至可以喺呢個租金風暴入面甩到高於自己嘅生存之道。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下次當你再去食酸菜魚嘅時候，不妨搵下你食嘅每一啖位背後到底承載緊幾多嘅租金吉力同經營辛酸。其實我仲想補充一點，好多人會話係咪香港嘅業主太貪心，所以先至搞到咁多鋪頭執笠？呢樣嘢我哋要兩面睇，企業都唔會再嚟，所以呢啲鋪頭就會用盡方法去弄得一比得一比得一比，海鮮丟包斤兩不分，亂收附加費，呢啲手法層出不窮。久而久之，呢啲鋪頭喺本地街坊心目中喺口碑徹底破產，街坊見到都要路行。但佢哋靠住以前累積落嚟蟹餅氣，依然可以喺網上吸引到源源不絕喺唔知情消費者。呢個就係最諷刺蟹地方。一間鋪頭越係出名，佢背後蟹爆客手段可能越係狠辣。除咗租金壓力之外，仲有一個更深層、更不為人知蟹恐怖內幕，就係招牌爭奪戰同埋集團式收購。好多我哋以為由某個家族傳長蟹佬自豪，其實內部早就因為爭產或者因為營運不善，將個招牌賣咗俾一啲大型蟹連鎖產業集團。以前總覺得香港市場好細好易食，只要將內地嗰套成功經驗搬過嚟就得。但係佢哋忽略咗香港人係最善蟹、最談新鮮，但又最快厭嘅一分人。如果你哋陳炳冇辦法做到獨一無二，又或者性價比與比不上雙飛，咁最後嘅結果就只能夠係血虛收場。有人話，瑤瑤嘅離場代表咗一個時代嘅終結，就係內地餐飲品牌盲目衝擊香港市場嘅時代已經掛號咗。依家大家講緊嘅係點樣生存，而唔係點樣誇張，近千萬圖示化為烏有，呢個代價真係好大。對於嗰啲仲想嚟香港開鋪嘅內地品牌嚟講，瑤瑤嘅故事絕對係一覺得好遠啊，好想去了外省，想見下孩子孫子都難。但現在是什麼時代？現在是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嘅時代。自從廣深港高鐵通車，加上蓮塘口岸、深圳灣口岸、福田口岸、羅湖口岸等全天候便捷的通關設施，香港與深圳的距離已經縮短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從香港西九龍站坐高鐵到深圳北站，只需要大概14分鐘。14分鐘啊，還快過你在香港搭地鐵，從中環到觀塘，就算是搭東鐵線，從金鐘一路坐到羅湖或落馬洲，也是1個小時左右的事情。這種極致的交通便利帶來一模一樣嘅，因為佢哋根本就係出自同一個工廠嘅同一個模具。呢種標準化令到香港嘅餐飲業慢慢失去咗多樣性，全部都係中央配方味。其實內地嘅預製菜技術真係好勁，佢哋可以用一啲高構資，例如液氮速通，將啲菜式嘅味道鎖住。但係無論個科技幾先進，預製菜入面嘅添加劑、防腐劑係避唔開嘅。為咗令到個賣相好睇，為咗令到啲肉喺加熱之後仲保持到嗰種嫩滑感，入面加咗幾多化學嘢，我哋真係無從考究。以前我哋食嘢係為咗營養，而家食嘢好似變咗淨係為咗填飽個肚。最令我感觸嘅係，連一啲老字號都開始守唔住，有一啲開咗幾十年嘅老店，因為原本嗰個師傅老咗退休咗，接手嘅租金逼死有心經營嘅小店。如果新一代嘅從業者對呢份工毫無自豪感，咁香港燒味恐怕真係會徹底走向死亡，最終只能留在老一輩人嘅記憶之中，或者變成博物館裏面嘅歷史名詞。不過喺呢片看似絕望嘅迷霧之中，係咪真的完全沒有一絲曙光？其實又未必。
雖然大環境好惡劣，但如果大家細心去發掘，喺香港嘅某些深水埗路街、元朗嘅舊墟，或者是一些隱蔽嘅街坊街市入面，依然有一班默默耕耘、堅守傳統嘅有心人。呢班師傅可能已經60幾歲，甚至70歲，佢哋大半生都奉獻給了這張煎板。佢哋經營嘅店鋪可能無鋪頭，開始將新鮮運到嘅豬隻、生鴨、生雞進行凍製，然後自己親手起爐、控制火候、親自燒製。嗰種度帶有一種獨特嘅人情味同煙火氣。每間鋪頭嘅秘製醬汁、燒製時間都唔同，所以每間鋪頭都有自己獨一無二嘅招牌味道。有啲鋪頭嘅叉燒帶有濃郁嘅麥芽糖香，有啲鋪頭嘅燒鴨皮脆汁多，帶有淡淡嘅木炭香。但係到咗今日，成個行業為咗追求極致嘅成本控制同利潤最大化，大部分都已經走向中央廚房同工廠化生產。好多連鎖茶餐廳，甚至乎係部分街坊燒味檔，佢哋賣嘅燒味根本唔係喺鋪頭即場燒製嘅，而係喺內地或者香港本地嘅大型中央工廠用大。小商家就算唔賺錢，甚至貼錢賣貨，都完全做唔到電商巨頭嘅折後價。呢種價格上嘅錢壓係絕對同徹底嘅，直接將小店嘅生存空間封死。第二係消費習慣嘅根本性轉移。香港人以前其實算係比較依賴實體店嘅，因為香港地方細，出街方便，下樓行2步就有商場同超市。但近年嚟，隨住網絡越來越發達，加上前幾年疫情嘅催化，香港人嘅網購習慣已經逐漸形成。而今次呢間大陸電商巨頭殺入香港，揼40億，搞3日全場8折，更係一次致命嘅終極洗腦。咁香港仲憑乜叫美食天堂？旅客嚟到香港，想食返啲地道嘅港式滋味，點知食到嘅竟然係同佢喺深圳、廣州甚至上海食到嘅一模一樣嘅工業產品。人哋仲使咩嚟香港食？呢種港味嘅流失，唔單止係味道嘅問題，係成個城市文化品牌嘅崩塌。雖然話時代轉變係必然，效率同成本係生秒社會嘅核心，但我覺得我哋作為食客，至少要有知情權。而家好多村廠都唔會話俾你聽佢用緊預製菜，佢哋會包裝得好狠，用啲乜嘢味製、手作呢啲字眼嚟唬到你。但當你食落去嗰陣，嗰種死鹹，嗰種聯絡得唔自然嘅口感，其實已經話咗俾你聽真相，搞到連等個師傅炒一碟飯嘅5至10分鐘都等唔到。定係環境又潮濕，甚至連落樓梯都要行幾層樓梯，對膝頭哥唔好嘅長者嚟講，簡直係每日嘅考驗。如果要私營嘅安老院，稍微環境好少少，有獨立房，照顧到位啲嘅，每個月冇15000蚊至2萬蚊，根本連門口都入唔到。但如果去申請政府資助嘅安老院呢，你慢慢等啦，輪候時間往往要3至5年，好多老人家甚至等唔到嗰一日，就已經離開咗人世。但只要你將眼光放遠少少，跨過嗰條深圳河，整個世界就完全唔同晒。喺深圳同樣係1萬蚊港幣，喺香港可能只係夠你勉強維持溫飽，住得逼逼夾夾。但喺深圳1萬蚊會血氣嘅準備，咁呢個戰場真係唔聽空你。希望瑤瑤酸菜魚嘅故事可以俾大家一啲啟示。無論你係衝驗者定係普通消費者，都要睇清呢個世界嘅運行規則。唔好被表面嘅繁榮揸閉咗雙眼，因為喺嗰啲華麗嘅燈光背後，往往隱藏住你想象唔到嘅殘酷同黑幕。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我哋唯有保持清醒，先至可以喺呢個租金風暴入面，甩到高於自己嘅生存之道。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下次當你再去食酸菜魚嘅時候，不妨揾下你食嘅每一啖位背後到底承載緊幾多嘅租金吉力同經營辛酸。其實我仲想補充一點，好多人會話係咪香港嘅業主太貪心，所以先至搞到咁多鋪頭執笠？呢樣嘢我哋要兩面睇，企業都唔會再嚟，所以呢啲鋪頭就會用盡方法去弄得一比，海鮮丟包斤兩不分，亂收附加費，呢啲手法層出不窮。久而久之，呢啲鋪頭喺本地街坊心目中喺口碑徹底破產，街坊見